經過一番努力籌備，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正式成立，覆蓋全港中學、小學及特殊學校嘅獎項。交流團裏邊咧，頭嗰10幾年咧，我哋都係去咗係國內參觀。18年開始咧，我哋就希望咧就睇下亞洲國家。諗翻成個運動生涯啦，身邊嘅人幫助我好多，成為運動員嘅橋梁一定係因為攞咗 SSA 呢個獎，佢令到我可以認清自己嘅方向啦。係一個機會俾運動員走上一個更高嘅舞台，支持同埋鼓勵我哋多參與運動，並且肯定咗我哋嘅成就，為社會培育出積極向上、熱愛運動嘅新一代，與佢哋一起開創精彩嘅未來。我都好期待自己成為呢個相入邊嘅主角，希望自己之後都保持自信嘅一面咯。大家都係體壇上嘅一粒星，要相信自己 ，You are star。從來冇諗過因為得獎可以去交流團，有機會同其他國家嘅選手交流切磋。訓練到一半嘅時候啦，就會覺得好攰，我就會諗起我喺韓國見到嘅運動員，全部都係好專心同埋好努力，就會即刻打起精神啦。參加呢個運動交流團，令到你可以同各自有唔同運動喜好嘅人去相處啦，可以互相了解。令我覺得喺運動路上仲有好多人支持我，令我更加有動力去堅持落去。好開心見到楊威同李子華喺度練習啦！我希望我可以努力啲練習，好似佢哋咁參加到奧運。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週年生日快樂！20週年 Happy Birthday！ 20週年 Happy Birthday！ 20週年生日快樂 ！Happy 20th Anniversary！ 20週年 Happy Birthday！